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院呢，自2012年4月份建院以来，到去年年底为止呢，我们前后一共去了19次的蒙古国。那么先后呢，在蒙古国境内就受益的患者大概有3万多人，然后10年以来呢，我们一共接诊了蒙古国患者有3.7万人次，那么一共呢，给蒙古国的这个患者呢减免医药费呢有26万余元了，为这个蒙古国患者以及外籍患者呢就设置了这个专门的绿色通道，为他们比如说为他们的这个就医啊提供一些便利的一个条件。那就2023年孙少成书记这个访问蒙古国的时候，也正赶上我们的医疗队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正在义诊，所以孙书记呢也这个去我们的现场慰问了我们这个在蒙古国义诊的这个情况。10多年来啊，我们与蒙古国的合作呢是逐步的加深。首先呢，国际蒙院在原来与蒙古国合作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在硬件建设上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在2023年8月份呢，在这呼和浩特南面，我们新开了一个金桥分院。在这个金桥院区呢，我们设立了个涉外病区，就专门为这个就外籍患者来提供一些便捷的这个服务，包括我们也有一些管理部门来配套来做这项工作。那么除了正常义诊以外呢，我们与蒙古国卫生部健康发展中心与蒙古国第一医院、蒙古国第2医院以及国立医科大学的下面的几个附属医院呢，都签订有这个战略合作的协议。在这个医疗能力和医疗水平这个的对接以外呢，在科研能力上、人才培养上，以及为了古籍文献的挖掘整理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那么在2023年这个疫情一过以后呢，我们承担了一个科技部的一个项目，就是为这个蒙古国呢培养一些传统医的这个医学人才。所以在线上线下呢，我们与蒙古国卫生部的卫生发展中心签了合同，为他们国内的一些蒙古国和基层的一些传统医药的医护人员进行培训。那么现在目前呢，他们就是一些基层的一些少数民族蒙医的大夫和护士啊，就是分着就不同层次的，按照不同时间呢，都来国际蒙院进行学习和这个培训。像现在呢，就今天我们也有一个12名护士正在我们这个国际蒙院进行护理的这个学习。下一步呢，国际蒙院呢将致力于以人为本，就推动我们蒙医药的出海这样一个出国界吧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因为在我们内蒙古国际蒙院呢是这个第2批的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出口贸易基地，也是我们自治区的唯一一家这个中医药出口贸易基地。我们在商务部和卫健委的共同支持之下啊，也希望能够下一步呢能够加强合作，真正把我们的一些蒙药制剂啦，一个好的一些试剂技术啦，或者之前我们在国内已经形成了的一些优势特色病种的一些诊疗指南呢，通过推广给蒙古来共同来推动蒙医药的发展。在这个蒙药方面呢，就是蒙医学方面，我们不仅围绕这个基础理论、古籍文献的整理，还有这个制剂以及这个蒙医内科方面的诊病以外呢，我们在针灸、推拿、穴位按摩等具有蒙医特色的这样的外治法上也要做一些合作。然后借助今年呼和浩特政府和那个内蒙古政府的这个高水平专科建设和这个工作呢，我们与蒙古国也进行了一个这个共同的一个科研合作，报了一个国际课题，由我们牵头与蒙古国第一医院和这个北京东直门医院、浙江省中医院就等等一些国内知名的中医院联合申报了一下关于血液病的中蒙西医的这个联合治疗的这样的课题。那国蒙呢也希望抓住这个高水平专科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契机和平台吧，进一步呢把我们蒙医蒙药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医学和内蒙古特色的医学向蒙古国进行进一步的推广，也与这个国际的同道们一起推广我们的医疗水平，为更多的这个百姓做好医疗服务。